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是馬同行。最近呢，我睇緊傳道書，咁去到第7章嘅時候呢，就聽到一位牧師佢分享咗一句都幾有意思嘅說話。佢話呢，人要有物質秩序嘅預備，但係做決定嘅時候呢，要按照道德秩序。咁我聽完之後呢，就開始諗啦，究竟乜嘢係道德秩序呢？咁樣，因為如果我哋講做人要按照道德秩序呢，咁下一個問題我又會諗咯喎，咁係有冇話唔同時代有唔同嘅道德秩序㗎？咁如果係，咁係邊一個時代嘅道德秩序呢？咁樣唔同文化、唔同年代，甚至唔同教會，對好多唔同嘅倫理問題都有可能有唔同嘅睇法㗎噃。例如以前有好多國家係容許奴隸制度，舊約有一夫多妻。今日有好多地方，甚至係男女角色咧，都有唔同嘅理解。咁樣道德秩序到底有冇一個一致嘅標準呢？咁樣，咁我就想從呢一個聖經神學呢個角度裏頭去一齊探索下呢一個嘅議題啦。第一層，神永恆嘅性情永遠不改變，呢個咧係聖經最深層嘅道德。所以見到唔係律法，而係神佢自己。我哋睇到咧，神佢本身嘅性情係有公義、慈愛、信實、聖潔、真實等等。神嘅性情咧係好 stable 嘅，昨天、今天直到永遠都不改變。所以咧，真正嘅道德咧唔係由文化嚟決定嘅，而係由神嘅性情嚟決定。譬如，點解神要人去誠實啊？其實唔係因為誠實比較有效率咯，因為神係真理。咁點解神呢要人憐憫呢？就唔係因為為咗社會咁樣做會比較和諧，而係因為神本身就滿有憐憫，所以第一層係唔會改變嘅。咁我哋去到第二層啦，道德原則基本一致。喺呢一層嘅裏頭，就係神將自己嘅性情具體表達成一啲永恆嘅倫理原則。譬如耶穌講，佢話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嘅神啦，又要愛鄰舍如同愛自己。咁喺保羅佢都有提到，愛就成全咗律法。所以咧，無論係舊約定係新約，有一啲核心嘅原則咧，其實一直都冇改變嘅，譬如話公義、憐憫、誠實、愛鄰舍、敬畏神等等。咁譬如我打一個比喻啦，今日有個醫生，又有個老師，佢哋兩個工作嘅內容都唔一樣，但係其實佢哋同時都可以活出誠實、愛人、忠心、公義等等㗎，因為下邊呢一份嘅原則咧，係可以一樣嘅噃。嚟到第三層，具體實踐可以因時代而不同。嗱，呢一點咧就最好玩啦。當然亦都令人咧最要花腦筋，真係去思考，因為咧真係好似少啲智慧咧都好艱難啊，係嘛？咁就係同一個道德原則，喺唔同時代實踐嘅方式可以唔一樣。例如舊約有獻祭，今日冇，因為係咪可以話神改變咗啦？咁啊 ，no， 唔係，而係因為基督已經完成咗真正嘅祭啊嘛。咁再打個比喻，舊約有好多潔淨條例，新約嘅外邦信徒咧唔使完全部去遵守，咁係咪神嘅聖潔改變咗啊？都唔係，而係救恩歷史已經進入咗新嘅階段。咁所以咧，原則冇變，實踐嘅方法咧係可以變嘅噃。呢個就係聖經神學一直強調嘅漸進啟示。咁翻到去傳道書啦，咁傳道者一路咁樣去指出咧，世界唔係按比例回報人嘅努力，唔一定噶。咁所以咧，你會見到義人會受苦嘅噃，惡人會亨通。呢個就係傳道者觀察到嘅呢一個物質秩序。
但係佢從來冇因為呢一種嘅情況而話啊，既然係咁，咁就唔使敬畏神啦。相反，佢一直重複嘅一句説話係敬畏神。咁點解會咁嘅呢？咁原來道德嘅根基唔係因為世界會獎賞我，而係因為神，神就係神。我哋行公義唔係一定保證我哋會成功，亦都唔係話因為一定呢個世界因此而變得更加公義。我哋愛人呢，又唔係因為一定係有回報。我哋誠實就唔係因為一定我誠實咗之後呢，我就有好處啦，而係因為呢個係神嘅性情，神希望我哋呢跟隨佢，學習佢，以佢為中心，亦都係佢呼召我哋去跟隨佢，活出以基督為生命嘅中心嗰一個內容之一。咁所以我試下做個 round up。如果今日有人問我道德秩序會唔會變啊？咁樣我嘅答案會係神嘅性情不改變，神嘅道德原則基本上不改變，但係唔同時代、唔同救贖歷史嘅階段、唔同人生嘅角色等等，活出呢啲原則嘅方法呢，可以有唔同。我諗呢個都係傳道者喺傳道書嘅裏頭俾我哋其中一個最大嘅提醒，唔好將人生建立喺我要做好人，所以神一定就要祝福我啦咁樣，而係建立喺因為神係值得敬畏，所以我哋仍然選擇行公義等等。當我哋去明白以上呢三個層次呢，我諗我哋大概唔會將所有嘅倫理問題都簡化變咗做一句吧。譬如話，以前係咁做，所以今日一定係咁做，亦都唔會走咗去另外一個極端。時代變咗啦，所以聖經過時㗎啦，舊時嘅嘢嚟㗎啦，咁樣。真正嘅智慧係喺不變嘅神裏邊呢，學習喺一個改變嘅世界中去活出不變嘅愛同埋公義咯。咁我就 brainstorm 咗呢，喺呢一個第三層次裏頭有一啲嘅例子啦。咁你喺即係熒光幕上面嘅 PowerPoint 你會見到一啲我啲即係 brainstorm 啦咁樣。咁如果譬如話你都有一啲唔同嘅諗到嘅地方，我都歡迎你喺樓下度 share 你嘅睇法啦。如果你都鍾意呢一種從聖經神學出發，一齊去思考下舊約新約點樣去同我哋嘅信徒嘅生命去即係做一個整合咁樣，咁大家不如一齊都分享下咁樣，都歡迎你去即係 subscribe 我俾個 like 同埋 share。咁多謝你哋，咁下一次再見，拜拜。